啲樹幹放落去，咁就會變成木碎㗎啦。係啦，呢架就係市政局新訂翻嚟嘅碎木機啦。當打風嘅時候，啲樹木冧晒落嚟阻住條路，咁就要靠佢嚟清理㗎啦。呢部碎木機咧係會將啲阻路嘅大樹切碎。嗱，呢啲咧就係切碎樹木嘅刀啦。當開動咗之後，1分鐘咧就可以轉1500轉啊！哇嚇！開咗呢個掣之後，可以1分鐘轉1500轉㗎，唔怪得可以將嗰啲樹木切得咁碎啦。咁呢架機嘅操作咧係好簡便㗎噃，而且咧就係用柴油發電嘅，唔使駁電線咁麻煩㗎。咁咪可以隨時將架機拖去現場，將阻路嘅樹木清除晒，幾方便啦！當然啦，一部碎木機價值成港幣15萬㗎。咁而家香港咧就有2部，分別喺港九使用嘅。喺颱風季節嘅時候，佢真係大派用場㗎。嗱，呢啲噴出嚟嘅木碎經過製造之後，仲可以用嚟做鬆土，能夠保護泥土同埋植物嘅根部嘅。喺幾分鐘之內，碎木機就可以將樹幹變為木碎，然後運去第度處理㗎啦，效率相當快捷㗎。啲木碎咁多，點用得晒嚟做肥料啊？哦，多餘嘅咪運去焚化爐燒咗佢咯。平時需要用5架貨車搬運啲樹枝，而家經過碎木機嘅處理之後呢，只需要1架貨車就可以搬走㗎啦。你話幾方便呢？